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存感恩嘅心，領受神嘅愛。今日愛讀嘅經文係詩篇33篇第5節。他喜愛仁義公平，遍地滿了耶和華的慈愛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對兄弟因為爭分家產，就打官司，打到每一級嘅官府，大家都解決唔到。哥哥就講老大分多去，老大就講哥哥分多去，看也看唔到佢哋和氣，審判也判唔到，最後就鬧到宰相府嗰度，由宰相來親自審判。宰相就問哥哥：你認為老大分多去，你分少去，係咩？又問老大：你認為哥哥分多去，你分少去，係咩？佢哋都回答話：係。宰相就吩咐哥哥將自家分到嘅家產全部變過老大，讓老大將自家分到嘅家產全部交過俾哥哥，兩隻人對換。於是兩兄弟就好滿意，也看官司處理到又公正又潔。我哋來默想，我哋總以為別人比我哋幸福，我哋看到嘅只係別人身上顯出來嘅恩典，但係卻忽略去在我哋自家身上蘊藏嘅祝福。轉一隻念頭來看下自家，而將會有更多嘅感恩和珍惜。我哋一齊來禱告。親愛嘅天父上帝，你嘅慈愛遍滿全地，你用公義和和平治理萬邦，你唔偏袒任何人，因為在你嘅眼底內，每一個人都係平等和珍貴嘅。我哋愛以感恩嘅心領受你豐盛嘅恩典，也愛以謙卑嘅心學習你嘅真理，求主幫助我哋，讓我哋能夠存敬畏嘅心，依靠和仰望你，也懂得在各種嘅情況當中，能夠以你為樂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